火燎原。佢 win P 6格嘅喎，星火燎原。好，亦都搞掂埋，隨時準備起步第6場賽事，準備出閘啦！星火燎原啊，第一頓啊，包咗落尾嘅。睇翻前邊啊，艾利奧當然係你放頭啦，外邊嘅馬匹呢，亦都有呢個定數嘅。再外邊啲呢，亦都有啲共創成果同埋呢個無敵勇士出閘啊，爭咗少少，後多些係無敵星嘅。首去第6位啦，亦都係大利好運啊，同埋呢個信心星咁啊，定數啊褪翻落去第8位到咗有拍住呢日日贏嘅。後多少個位置啦，有呢一個嘅烽火行雲啊，同埋呢個聖神威。尾3個位置啊，有呢個嘅奮鬥輝煌啊，尾二星火燎原啊，咁包咗落尾呢，就係呢個自刎非凡嘅。準備轉彎嘅時間啦，前面高明力量啊，拍住呢一個嘅無敵勇士嘅。個零馬位之後，艾利奧啦，拍住共創成果。後多少一 pair 啦，亦都係大利好運啦，同埋呢個無敵星嘅。再後多少呢，信心星啦，裏邊呢烽火行雲定數啦。後多少呢，星火燎原嘅。尾4位置聖神威日日贏啊，尾2嘅位置啊有呢個嘅奮鬥輝煌，包咗落尾呢，就係自刎非凡嘅。入嚟最後直路嘅時間啊，前邊見到呢個高明力量有少少賣甩咗呢隻嘅無敵勇士啦，裏邊有呢個艾利奧啦，同埋呢大利好運啦，外邊呢共創成果啦，大外欄相嘅呢，仲有呢個信心星嘅。喺度再200米嘅時間啦，前面艾利奧已經趕過咗高明力量噶啦，大利好運呢個時間啦現身嘅，外邊咗呢共創成果啦，同埋呢個信心星嘅。喺度再100米嘅時間啊，艾利奧鬥呢個信心星啊，中間仲有呢個大利好運嘅。喺度再50米嘅時啦，信心星有冇呢個趕過？趕過啦，嗰隻係處理馬嚟嘅啫嘛。過咗呢個時間啊，信心星第1啦，艾利奧第2，第3大利好運啊，第4咪就係烽火行雲嘅。重複一次係信心星啊，7日後果然呢就匆匆變身贏馬噶啦。第2就係艾利奧，第3就係大利好運，第4呢就係烽火行雲。佢都好有信心啊！最後一錘打到落2.4啊！呢個信心星啊，不過真係冇乜馬咯，係啊因為3號入唔出頭嘅。啱啊！艾利奧都跑到啱晒，都冇計啊！過佢啫。係同埋上次信心星有啲進步嘅，佢如果唔係夾咧，佢有機會爭勝嘅上一場。大利好運第3，烽火行雲第4，哇，定數好直路喎！今日啲3次真係定數咪全程外碟咯，係咯。頭5名都正路嘅其實。個定數比想象中後少少啊。係佢呢輪騎馬真係有啲唔知想點嘅。其實出閘好前嘅，係咯，捉得2捉係3碟咁，你捉嚟做咩？係你不如跟艾利奧埋啦嘛。捉咗喺嗰個不利位置，竟然係全程都唔知跑咩啦。反而咧，而家咧，黃志宏咧，即係開始慢慢掌握到啲嘢咧。你係睇到佢好多嘢都處理得幾好。係神虎龍區都處理到，係啊係個好大進步嚟啦，肯定係唔易騎㗎嗰隻馬真係。即係啲艾利奧其實如果跑咗水準咧，佢喺4班咧硬係佢壓到一個位。佢或者總會贏翻場嘅，你唔係次次有呢啲馬喺度㗎嘛。預計名次10號、3號、6號、4號。咁啊，大熱分馬邊大 Q 啊，Win Q 就大熱半啊，咁啊 Win 正話講咗啦，2.8倍2.4啫，2.4就係啊好。咁啊3搭10嘅連贏位7.4倍。呢場有少少係屬於嗰啲咧，都無馬可揀嘅。有啲幾百倍嗰啲，你都冇唔得嘅嗰啲係咪？即係我哋揀到連大利好運都咦我咁，你後佢都仲第3係咪？希望大利好運嗰個健康會繼續 keep 翻好啊！佢哋嘛，應該就唔差馬嚟嘅。好啦，我哋睇下第6場賽事嘅預計派彩先啦。跑第1名係10號信心星，獨贏派24蚊，位置派12蚊。跑第2名3號艾利奧，位置派20蚊。跑第3名6號嘅大利好運，位置派21個半。跑第4名4號烽火行運，連贏位3號搭10號派74個半，連贏位3搭10派74個半。頭馬贏2馬半嘅馬位，2馬贏3馬2個半馬位，時間1分22秒77。位置 Q 3搭10派31個半，3搭10派31個半，6搭10派37蚊，6搭10派37蚊，3搭6派62蚊，3搭6派62蚊。二重彩順序10號3號派116蚊，二重彩順序10號3號派116蚊，三重彩順序10號3號6號派534蚊，三重彩順序10號3號6號派534蚊，單 T 3號6號10號就派146蚊，單 T 3號6號10號派146蚊。好，我哋睇第7場賽事嘅初步賠率先啦。第7場賽事3班馬跑1006米，目前嘅獨贏投注額呢，大約係430萬，睇下各區賠率啦。1號桃花開獨贏13倍，位置3.8倍；2號紅愛射獨贏30倍，位置
贏7.5倍；3號情王獨贏4.1倍，位至2倍；4號精算謀略獨贏16倍，位至4.9倍；5號意力滴滴獨贏15倍，位至4.3倍；6號銀亮光速獨贏32倍，位至7.2倍；7號時尚歡欣獨贏24倍，位至5.2倍；8號遨遊武士獨贏3.8倍，位至1.6倍；9號黑桃火箭獨贏17倍，位至5.4倍；10號喜蓮勇略獨贏13倍，位至4倍；11號東方飛影獨贏23倍，位至5.5倍；12號幸運同行獨贏69倍，位至13倍；13號隱形翅膀獨贏6.9倍，位至2.6倍；14號有型人獨贏12倍，位至3.4倍。第7場賽事會員杯嘅獨贏嘅大熱呢，就係8號嘅遨遊武士獨贏3.9倍，位至1.7倍。位置最熱係次熱門3號情王獨贏4.2倍，位至1.7倍嘅。第3熱門係13號嘅隱形翅膀獨贏6.9倍，位至2.6倍。其餘馬匹介乎12倍至到69倍。好啦，現場又有啲毛毛雨啊！不過啱啱見到布文嗰塊馬鞍布左邊嗰度好爛晒喎。嚇爛晒？係啊，見到成個大咕窿喺度嘅左邊個鞍布。好啦，隻馬都喺度外閃啊，入到直路，好生啊！嗰啲動靜，贏完馬之後個頭係咁中落去地下咧，布文要戳翻佢個頭上翻嚟先得。咁啊，今日心星係仲有一隻，仲有一隻啦，哎呀，又梗係啦，入心星啊！今日出3隻啊，嗰隻希望繼續跑得好啊！係你隻膽啊嘛。係啊，咁諗啊4連環啊，3號、4號、6號、10號派169蚊，4連環3號、4號、6號、10號派169蚊，4重彩順序就10號、3號、6號、4號啦，派到2264蚊，4重彩順序10號、3號、6號、4號咧派2264蚊嘅。阿布文啊，二檔啊，一早都放棄咗個內檔，走咗個3位2、3碟之間啦，已經驚咗啊嘛！即係好強信心咯。係啊即係呢度表示就係、布文都驚咗就即係隻馬好犀利㗎啦。你覺唔覺得布文最近好似少走內檔咗啲啊？罰得多啊嘛，好似話咁啊係啊，有一兩次搞到自己跌下落嚟，跟住俾人罰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咁真係要即係嗰啲係大家跟車太貼啦，係嗰啲跟車太貼啦，啊仲要喺車群內移位咁樣，啊，呢啲危險動作係啦，睇下再睇下隻定數先。